今日我帶大家行沙田最熱門的女婆山，尋找奇石，有玄陽石、三兄弟石、心形石、魚柳石頭和梅鑽石。呢張係行山地圖，我哋由石門站嘅 D 出口出發，然後轉咗直行。前面見到中電收費站，左手邊有條小巷，穿過小巷就會見到一條單車徑，向左邊直行，行多2分鐘會嚟到天橋底。望向右手邊有條樓梯級，沿呢個樓梯行上去，行到天橋的盡頭，落樓梯後向左邊的一條彩色小隧道穿過去，行半分鐘就要留意右手邊有條登山的路口，掛住啲絲帶，我哋就沿着呢條小路上山啦。出發到呢度大約用咗10分鐘。由於呢條上山嘅路線比較崎嶇難行，見到有啲繩索幫助我哋安全上山。行了12分鐘，見到前面的大石。首先我哋見到心形石，然後小鑽石，向前繼續行，來到大石的正面就係三兄弟石。我先爬上去打卡先。站在大石頭上，可以睇到沙田河畔嘅美麗景色。可惜天氣唔好，睇得唔清楚。然後我哋繼續上山，前面見到一嚿大石，需要手腳並行攀爬，提醒大家戴埋手套以防刮傷。再行多8分鐘就見到標高處，前面會有好多分岔路口，大家記住向綁住絲帶的路口行，最好使用行沙 App 就會萬無一失。由標高處大約行30分鐘後，就會嚟到另一個分岔路口，見到右邊有條小路，呢條路可以去魚柳石，大約需時8分鐘。魚柳石頭的外形好似古代盛裝魚獲的器具，大約路口行1分鐘，向前望見到魚柳石。沿途需要經過一片清新幽靜嘅小竹林，令我感覺清靜和舒適。前面就係魚柳石，我走到正面見到有條繩索，急不及待爬上去打卡，由背後拍照嘅魚柳石。跟住行回剛才嘅分岔路口，轉右行30分鐘。來到女婆山嘅路口，向右係去玄陽石，我選擇先向左行去女婆山頂，行咗3分鐘就到達女婆山頂啦。原名係雷婆山，因經常行雷而得此名。來到女婆山嘅標高處後，原路返回，到達分岔路口向左行，很快來到呢嚿石頭，向前望見到豆腐石，繼續向右邊行落去，見到梅鑽石。再行落去就係玄陽石，由於經過長期風化侵蝕，形成呢嚿獨特的巨石。睇下呢2位靚仔擺 pose， 似模似樣，非常之投入角色，將來前途無可限量。奧斯卡金像獎非他們莫屬。打完卡，我哋就開始回程落山，來到女婆坳分岔路口，右手邊啲路係去花心行，我哋沿住呢條路繼續行。然後16分鐘見到一個休息亭，可以稍作休息。休息完，沿住呢個綠色欄杆繼續行。如有分岔路口，選擇右邊方向。今日嘅行山路程5.6公里，需時4個小時，難度是3.5粒星，是中級路線，不適合新手。落到平路，見到呢個指示牌就轉右，行呢條小路往黃泥頭巴士總站。呢段片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會，拜拜。